凡恩，沉默的審判者。第一章，槍火與宿命的交錯。砰！子彈穿透魔龍的鱗甲，凡恩的銀色左輪審判者槍口還冒着硝煙。他的被動技能罪惡標記在敵方打野身上疊至3層，觸發終局審判。下一次普攻將造成已損失生命值20%的真實傷害。殘血的刀鋒寶貝從草叢躍出，卻被這發子彈凌空擊斃。熒幕上跳出猩紅的 Legendary。凡恩才是真正的版本答案。直播主小蝶興奮尖叫，他的觀眾卻冷嘲熱諷。低端局弱賽罷了，這角色在巔峰賽勝率不到47%。確實，凡恩的技能組充滿矛盾，二技能制裁彈幕能散射壓制走位，大招死亡通緝更可鎖定全圖殘血目標追擊，但過度依賴普攻與技能銜接，在刺客橫行的版本中宛如走鋼索。然而，在東南亞某個網咖角落，少年阿燦正盯着凡恩的技能說明發呆。3天前，他在垃圾桶撿到破舊的賬號卡，裏頭竟有絕版皮膚血色教父。當他首次扣下扳機，子彈軌跡竟自動修正命中敵方。這賬號的前主人是2年前消失的傳奇選手 Judge。減號。第二章，被遺忘的審判者。職業聯賽資料庫中，凡恩的登場紀錄停留在 S12賽季。那年的總決賽上 ，Judge 用凡恩上演史詩級操作，在基地只剩半血時，他利用大招追殺敵方3人，接着以審判者被動連爆水晶，締造槍火拆塔的神話。現在誰還換這種原始人射手？現役選手嘲弄道。版本更迭後，凡恩的攻速成長被砍，大招基礎傷害甚至不如法師的範圍技。論壇流傳着惡搞圖，凡恩的槍管插着版本戲子的標籤，背景是夜叉與刀鋒寶貝的對決剪影。但阿燦發現了秘密，當他使用血色教父皮膚時，凡恩的子彈會留下淡淡血痕，這些軌跡竟能組成 Judge 當年的戰術路線圖。這不是皮膚，是程式碼殘留的記憶。他顫抖着截圖比對，發現每條彈道都指向野區的隱藏眼位，正是 S12賽季的 Meta 佈局。減號。第3章，逆版本的槍聲。星塵戰隊瘋了嗎？他們在季後賽選了凡恩。解說台上，主播看着 Fly 鎖定凡恩打野，差點打翻咖啡杯。敵方 Void 戰隊嗤笑着選出夜叉，準備用深淵領域碾壓這古董角色。比賽開始 ，Fly 的凡恩直奔敵方南區，所有人都以為他要送頭，他卻在 Buff 重生前0.1秒丟出2技能，散射彈幕恰好卡住夜叉的走位。當夜叉發動冥府召喚復活隊友時，凡恩的大招死亡通緝同步鎖定，子彈穿過復活無敵的縫隙，將剛起身的輔助再度擊斃。他破解了復活機制，全場沸騰。原來凡恩的大招傷害雖低，卻能觸發罪惡標記的真實傷害。Fly 出裝捨棄暴擊流，改堆攻速與冷卻，硬是用子彈海疊出審判印記。最終決戰時，他竟以肉身有敵，在死亡瞬間用金身規避傷害，同時標記5名敵軍。復活甲起身後，一發普攻引爆全場印記，5殺音效響徹賽場。賽後採訪中 ，Fly 擦拭着血色教父皮膚輕聲道 ：Judge 曾說，凡恩的子彈裝着2樣東西，一顆是復仇，另一顆是時代欠他的公道。減號。第4章，槍膛裏的回聲。凡恩加強了大招新增斬殺效果。版本更新公告引爆社群，但眼尖玩家發現，所謂加強只是將 Judge 當年的隱藏機制正式寫入技能說明。
有人上傳影片對比，阿燦在網咖打出的神級操作，與 S12賽季 Judge 的擊殺路徑完全重合。這根本不是加強，是官方在修復錯誤。論壇大神解包程式碼，發現血色教父皮膚竟殘留舊版數值，導致使用者在特定條件下能喚醒凡恩的巔峰實力。更詭異的是 ，Judge 的帳號在同天深夜突然上線，戰績頁面多出一場使用凡恩的對戰記錄，對手全是 I， 時間卻顯示為2024年。風暴持續燃燒，直到某篇匿名貼文終結一切爭論。你們真以為是凡恩弱？不是，我們忘了怎麼聆聽槍聲。文末附上 Judge 的退役宣言截圖，最後一行小字寫住：子彈從不說謊，沉默的從來都是扣扳機的人。減號減號減號，伺服器的夕陽將凡恩的身影拉長。他已在廢墟牆邊轉動左輪彈槽。新玩家問這角色強不強？老手總會點燃虛擬香煙回答。當你聽見6發槍響，記住，第7發子彈永遠藏在時代的彈殼裏。